今次我想製作呢隻 HG-G307 老虎特裝型。咁呢隻模型就係08小隊最重要嘅角色之一啦。點解揀呢一隻老虎呢？咁因為呢裝佢唔係好需要大改嘅時候呢，只需要做翻啲無縫啊、暗線啊、水貼呢，其實望落去個樣呢都已經十分靚仔㗎啦。我就會分開零件啦、頭啦、身啦、腳啦、手啦、武器，咁我分開幾集去完成嘅。而每一集呢，大概用5至10分鐘嘅短片啦去分享。咁希望呢喺忙碌嘅工作裏面呢，抽少少時間去完成你手頭上咁多盒模型之一啦，就唔會每一次呢都要搞好耐先搞得完。咁想用呢個形式，希望大家鍾意啦。好，第一 part 呢，我就用頭嚟開始啦。首先呢，我就會做一啲細節嘅位置啦。用鉛筆或者係啲水性嘅好幼嗰啲水筆嚟到畫返啲黑線，咁增加啲細節。咁呢一 part 嘅過程呢，我都幾鍾意嘅，因為呢同出面或者係買返嚟嘅完成品有咩分別呢？就係加咗你自己嘅心機咯，同埋自己鍾意嘅細節位。咁就算可能做得唔靚都唔緊要嘅，自己覺得 enjoy 就得㗎啦。所以點樣加呢啲黑線位置呢？有啲人鍾意邏輯啲啦，有啲人就率性啲啦，隨意咁去畫都 OK 嘅。最緊要享受個過程。呢隻老虎 B3 咧，我自己就好鍾意嘅，喺劇裏面咧就真係十分有型啦，一個打幾個啦。連主角咧都爭啲俾佢打冧嘅，甚至乎成套08小隊我最鍾意嘅機體之一啦。相信我覺得呢啲就係高達嘅魅力所在嘅，連敵對嘅敵人都吸引過個主角嘅。好啦，畫晒啲黑線咧，就可以黐膠帶啦。今次咧我就會用0.1mm 嘅推刀啦，慢慢去挑黑。由於弧位關係咧，大家慢慢逐刀由細力咁樣去界開始咧，會好啲，唔需要心急嘅。去到側邊呢啲位置咧，我就用類似圓規咁嘅工具啦，慢慢用個針咁樣去握返啲位置啦，水平咁樣打橫去推啦，推返條坑出嚟。有啲位置咧，我會用推刀之前就用美工刀去刮咗個淺淺地嘅針嘅痕，因為有啲位置咧太短咧，如果黐膠帶反而係影響個操作。因應自己鍾意嘅手法啦，我自己用戒刀戒咗之後咧，先再用推刀戒。好，黑線咧大致上自己 OK 就得啦，完成咗。第二 part 咧，我就想將頭上嗰個角咧整返尖銳啲，磨返啲。我用美工刀去戒啦，逐下批啦。呢度咧就又係要用心機去打磨啦。原本咧佢嗰個角咧就係一條幼嘅嗰啲水口圍啊。我因應做分鐘啦，仲方便。用分鐘嘅線咧嚟到對稱咧，逐咗右咁樣去批，逐下咁樣批薄佢啦。好啦，完成咗一個啦，下一 part 咧就整隻眼仔啦。隻眼仔咧原裝大家可以最簡單就係用翻個貼紙啦。我就買咗出面嗰啲立體形狀嘅反光貼紙嚟到替代原裝嗰個平平地嘅，望落去咧更加立體感啦。
同埋更加炯炯有神啊！好，去到下一 part 啦，咁啊滲黑線啦，咁就用雙星牌嘅黑色滲線液啦，咁啊逐下點翻落啲喉管啊，你滲嘅黑線位啦，同埋個頭底啊嗰啲位置啦，漏出嚟多餘嘅部分，我用白電油去抹走啦，或者用翻雙星牌嘅 X20啦，去抹走佢啦。用啲膠棒啊或者棉花棒都可以嘅。咁由於白色啦，我原來滲咗線先發覺有啲水口位未打磨啊。咁之後咧，我就用啲美工刀去打橫刮走佢啦，或者用幼細嘅砂紙打磨翻出嚟啦。好，今次大致上完成啦。如果大家有咩問題或者交流，歡迎喺下面留言啦。其他部分咧，我就會第二條片見啦。多謝大家收睇。下次見，拜拜。